乡亲继续来看，宜兰苏澳有一间卖摇港的百年老店，因为少年的一辈无人要接手，加上头家有贿赂，所以忍痛收大关门。有袂少在地人感觉可笑，甚至阁有顾客无法度接受，冲入去店内要找头家，要亲身来证实这个消息才甘愿。而遮尔唔甘，就是因为这间叫做鸿明，专门咧卖摇港的老店，是利用苏澳在地冷泉来做的，风味特殊，真 Q 真好食。即摆想要食，嘛已经食袂到咯。吃起来就是安尼，很足面的。慢慢啊步，逐地拢真珍贵。眼前这个摇港是愈来愈少，爱食这味的人是愈来愈唔甘，因为这间百年老店已经收起来，开搁较济钱嘛，买袂到熟悉滋味啊。门口有打停业的通知，伫苏澳这个鸿明摇港行入历史，因为少年的无想要接，老头家体力袂堪进，老顾客唔敢相信这个消息，亲身走去店内想要问一个详细。老板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还有库存的产品吗？没有，都没有的。都没有啊！哇，好可惜哦。好可惜哦。对，要不然你们东西好好吃。在地人拢感觉真遗憾。很可惜啊，因为毕竟已经做那么久了，也会想嘛。很可惜，我希望它再延长下去。鸿明摇港利用所有特有的碳酸钙冷泉所做，食起来是真绵真 Q， 成为在地特色的美食。真个外地游客拢专工塞车来买，也毋过行入店内，架顶本来有真侪摇港，即马拢已经空空啊。干那留一寡壁顶用过的奖牌、甲反黄的相片，或者老顾客怀念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